也若警官敢有介入咱的选举咧？基隆检方有接到证据，讲基隆有一个姓王的里长组团带里民去中国山东免费游览6天。检方调查了后，向法院申请羁押。也若这个姓王的里长尾啊有方受押。碰到境外势力介入大选，基隆地检署接到证据，讲基隆市姓吴的里长招揽其他的里长和亲友，拢总33个人去山东耍6天，只有5500，后壁阁退因人民票1000块，规则定义免钱。检方13团款29个人到案，先后认定姓吴的里长涉犯反渗透法，嫌疑重大，阁有别证证书，法院裁定收押。招揽他人赴大陆旅游，好，那接受一些陆方的招待。那这部分呢，被我们怀疑说有介选的一个情势，持法院合法的搜索票，依法执行搜索，并带回相关的人去厘清相关的案情。除了疑似招台行程改选，假设是有可能影响选举。美国媒体因社群媒体小号分析公司的报告，讲有超过800个假小号涉及对台湾施施，想要影响台湾大选。今日甲当公安局已经通报要700件假信息到各行政单位，尤其假信息若符合假海载要件，会通报行政院相关部会，随做及时的澄清。非常多，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好了。确实去查证，假信息不是现在就有，只是说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，它的传播更容易，它的成本更低，自己都会希望说最后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。对科技进步，假消息的手法嘛有真侪变化。今年5月，通过选拔法 AI 亲为影因条款的修法，那候选人拄到影像防侵度假造，冇应对之道。用科技变造的一个方式所形成的这一个影音，都会是属于声位影音，是由你参选人以及候选人来进行发动。候选人的影像经过警察机关认定有好成，也是科技深度假造，就当要求媒体伫2天内移除。社群业者嘛有把影片提掉的法定义务，避免这不实的消息继续散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